早晨，我係阿 Sam。做運動嘅時間開始，嗱，坐前少少咁多，偏前少少坐下。跟住咧，我哋今日做帶氧運動喎嚇，動作會大啲，雙手雙腳一齊做嘅嚇，盡可能協調一下。好啦，伸直腰放鬆，唔好企下，兩隻手咧攞嚟前面先，曲手啦嚇，一邊手打開啦，跟住翻嚟，另一隻手打開翻嚟，試咗先，得唔得嚇？跟住做咯喎 ，OK， 隻手唔好掉低啦嚇，盡可能提高少少，左邊右邊咁樣啦，試下一齊啦。兩邊一齊開合係咪？呢個比較容易啲係嘛 ？OK， 好得，好啦，隻手可以放鬆先，到腳咯喎，哈哈，隻腳咧唔使攞起佢嘅，就咁踏出去得噶啦，一邊攞出去係咪？攞起翻嚟就係咁嚇，另一邊攞起咁，攞起翻嚟 ，OK 嚇，試多次，好誇張咗嚇，太高啦係咪嚇？你可以低少少嘅，即係就咁低少少，但係都要離地嚇，你唔好拖咗隻腳出去就得噶啦 ，OK。兩隻腳一齊啦，開合係咪？開合 ，OK， 開合嚇，個身唔好向後挨嚇，盡可能自己挺住，得唔得 ？OK， 好啦，手同腳一齊啦喎，哈哈，真係啦，嗱，攞嚟前邊啦，單邊先呢邊，手同腳一齊，個身唔使轉過去喎，塊面向翻前面得噶啦嚇 ，OK， 兩邊來回做啦，咁開始咧就速度咧就連貫啲啦。得唔得啊？係咪？俾多兩次先好冇？俾多次呢邊 ，OK， 好得。跟住雙手雙腳一齊，呢個係咪嚇？個手掌你可以揸住拳頭嘅嚇，冇乜所謂嚇，睇自己自然啦，係咪？開合，開合，俾多次，開合得唔得？好嚇，放翻低手，等個膊頭唞一唞，攰地正常嘅嚇，等個膊頭唞一唞啦嚇。又需要帶翻起手啦，因為我哋咧好多唔同動作噶啦。嗱，攞起手先，跟住我哋分開合啊，闊中窄，呢個係窄，呢個中間，呢個係闊，係咪嚇？咁我哋喺中間先，跟住手開腳合呢個，跟住手合腳開，得唔得？再做，跟住做喎。手合腳就開啦嚇，個身唔好挨後嚇，唔好靠自己向後挨嚇而提起腳做到個動作嚇，自己喺度隻腳喺度彈跳啦嚇，隻手咧就開合啦係咪 ？OK， 好，停一停先。OK， 唔簡單啦係咪？好，今日嘅運動咧暫時喺呢度先嚇。如果你想重複做嘅話咧，睇呢條片可以重複做嘅嚇。如果你覺得呢啲內容有用嘅話咧，記得分享俾你嗰啲朋友啦嚇。OK， 聽朝我哋會繼續出片嘅嚇，聽朝10點鐘見啦。